我已经帮你拖住了冰潮，就此别过。浮边还堵着水道，就要演变成大洪水。放开！为什么要帮你？你帮我清除浮冰，就能救下无数生灵，你的功德会比小如来还要多。比贼兔还多？老娘认他很久了，我吃东西又不分善恶，只是饿了而已，就像你们人吃菜吃肉一样，为何只镇压我？等救了大家，你的功德比他多出100倍。将你的元气借给我。斩剑士。云剑士，长剑士，猛剑士，皮剑士。终于退潮了。你爷爷的气势可真恐怖，我先走了。仙秋儿，谢谢你。